旅日台籍作家黃振水以筆名東山張良推出嘅推理小說《流》獲得今年日本文壇大獎直木賞。佢特別返嚟台灣舉行簽書會，仲透露已經寫完下一部科幻小說嘅作品。至於《流》嘅中文版，預計明年推出。台籍旅日作家黃振水以創作嘅推理小說《流》榮獲日本第153屆直木賞。佢特別回台舉行簽書會，受到大批讀者熱烈歡迎。出生於台北，黃振水5歲嘅時候跟住爸爸移居日本福岡，9歲一度返台讀小學，不過唔到1年又翻到去日本。呢一次得獎嘅作品《流》係取自父親口述祖父嘅故事，並且借由自己記憶之中嘅台灣，用日本人中意嘅推理小說手法，展開一部融入青春熱血、家族記憶同歷史嘅故事。今年5月喺日本推出之後，就深受讀者喜愛。黃振水表示，《流》呢本小說係佢寫過嘅10幾本小說之中寫得最輕鬆而且最快嘅一本，前後只係用咗3個月。原本只係想寫短篇或者係中篇，估唔到因為不斷湧現細個嘅時候回憶，所以越寫越快樂，越寫越長。而佢亦都透露已經寫完下一部作品，係一部科幻小說。至於《流》嘅中文版，預計明年推出。